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有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免费照顾大约1万名的失能、失智、失忆的三子长辈，伟大付出，感动真侪人，纷纷加入关怀赞助行列。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出钱阁出力，特别向台南市青农联谊会采购8项有机蔬菜，由总经理陈建春带领公社同仁亲自送到华山安平爱心天使站，希望基金会伫执行访视服务的时阵，嘛会当将这份营养与暖情的礼物送给长辈。台南市的社会福利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政府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我们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那也希望说尽我们在地企业的力量来协助我们台南市的一些弱势族群跟弱势团体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站，那我们这一站呢也刚好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青农我们把一些青农的一些农特产品来捐给我们的这个华山基金会这边。安平站长李维珍表示，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平常时协助发布基金会真侪公益新闻，这次阁赠送新鲜的有机蔬菜给长辈顾健康，真正是足甘心。三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一直在地都很支持我们华山基金会所做的公益活动，那经常也都会协助我们进行公益的媒体曝光。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总经理就是率领团队一起来进行公益那个捐蔬果箱的活动，帮助我们在地服务我们的那个弱势孤老。那我们今天就是蔬果箱的内容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可以久放的蔬菜。那我们很多长辈他们独居在家里面，可能一个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那这些蔬果呢就可以让他们维持大概1到2周的那个基础的那个温饱的部分。关心独居长辈，嘛照顾弱势族群。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为减轻低收入户生活压力，特别规划低收入户免费看电视以及网络优惠等软性的措施。台南市只要是具低收入户的身份，就可以拿着这个证明文件呢，到我们的门市来申请低收入户有线电视收视免费，然后宽频半价的这个优惠，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些族群们呢，可以多多来利用。总经理陈建春望这次小小的捐赠以及照顾家属的公益优惠，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也就是善心人士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角落。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